倒带，起码给自保为分，用把那从头到尾乃手唔低，何况父亲啊，乃定爱天所在，已经有欣赏嘅四万年咯。啊？乜解姑娘啊？小乜解，命乜解呀？爱，系呀，乃长老嘅独到天天，那含地两位姑娘，人做乜嘅命，乜嘅相，像父母，我来丢时间，来慢慢去请啊。方通，萍水相逢，百世都无一撇。我老二讲，你要将该位姑娘唔记得，准备3日后讨秋归。父亲爱，自古说通，婚姻不係父母做主，莫不你私生接觸嘅權利。师傅啊，你盼望老太家讲信用係一介，嘿乜鬼？叫講啊！係，哎呦，係一介二郎同阿狗。我再講啊，我堂前面講啊，因為身有殘疾，從細啊，我受過乜嘅教育，太時啊，我自己責，冇才可惜。哎呀，我都冇同意呀！晴天霹靂啊，愛滿貫，不能接受其實從。可惜如何能相處？夫妻如何來溝通？晴天霹靂來一雙淚，寒門我走來心肝碎。夫妻如何來相處？何況父從與父隨。父親，將你原諒，那也無法度接受啊！嘿呀，來，你用針接上來，把用一貓，又過來多才多藝，能無又能無，老人嘅用從2、3年，請回竹馬橋下多睇，這件事情來做主，用從啊，你就同伢老妹用針。2、3年，係咪呀？輕鬆家情，更加太好啊！阿妹呀，你真是這個功夫土法咯！我用錯，老用真嘅，只不過係兄妹之情，我心中已經有心上人咯。父母啊，請以身勸呐！順了。秋桂，陶永贞，陶秋桂，啊，陶永贞啊！哎呀！那麼啊，師兄，你來陶秋桂，師弟愛來陶永贞啊。放頭，放頭！
我感觉安用嘅安排懂好。真放空了。会呐，总算呐，你就停止备份呢。故说你下安用个啥咯？我是一家之主，了块的事情不是我在商量，我在讲起来，当然跟师兄对我有照顾，也救过我的性命。我老师兄所约天界，必须来照约天所行。那又讲家妹小可缺点，我就来体现佢。那安样做起来，俺们一家人，老个清楚有乜个分配啦？好像有道理，好像又冇道理哦。再个讲起来，我个师兄搞出来个妹嘢，家妹需要发出来嘅沟通，卡死唔得到，那有个爱心，让我什么沟通嘅问题咧？我讲起来，我个师兄一家人搞家妹嘢，怪卡又踏心，花讲转来，佢位啊兴家旺福，所以必天去拖佢。你俩到，唔是咱个这个搞搞闹闹，挨手样结天，太家咱个点起去，无完全个意思，你咱个拖佢，希望你就不好。永晴，用真啊！唉，本来呀，就会阿妹对不起你咯。元旦，我老到太师兄家妹那前度，阿妹呀，佢听我为你做主。啊，已经咧，最近前度你呢，也个阿爸告诉你看，你咩地啊？像个阿妹已经就不能为你咯。超家爱偷钱呢，大家应该爱欢喜一些嘞，欢喜一些嘞呐。终于可以当人间的约天咯！恭喜啊，恭喜！多谢上门太子家来参加小庆的婚礼呀！师傅，把口多诶，把口多，哈哈哈哈哈！真好，润肠啊！把口都来，日日去接怎样？行公啊，形容谈唔到，又唔会讲话，还爱每年脑几质量，才能完成拜堂哦。正经嘅嘛，超家算起来也是有头有面嘅，超公子有一表人才，用唔推介暗用嘅，哦，莫非对方系嘛个有权有势嘅皇家千金？唔系哦，行公系个穷苦人家嘅姑娘哦。啊？哎，你来来，走。一拜天天，你看啊，传闻果然是真嘅哦。一拜高堂，父亲
跪拜，送你通佛。马和尚，梅人婆，那有件事情我交代你，请你将信用先给你通风等等啊。呀，用办，本少爷心情好，想为了贵宾家事吉宾，做唔得希望啊。哎呦，公子啊，你安样好，还无合理数呢？哎呀，又强强啊，问我到良辰吉时哦。难道你何干？难道你讲，你的下必是要就为了给钱落去？嘿，好，哎呀，来，大家欢喜，向下施酒。父亲啊，你做的本来讨忌，不过你做的本来中意的，讨忌，现在用从已经真好了，其他的事情，那也只有注重。像父亲，你莫用上辈咯。师兄啊，你出来是叫我。老一个先평用个米酒呢，让乐乐。你莫多言，大家，看下，干杯，抢。哟，个新郎官啊，让我下午落来哈，已经耽误了时辰，真有书喊过魔哦。哎呦，是你哦，挺是你嘞，哎呀，应该讲好法。通房法族无味道。一落田线言意多，恩恩爱爱两公婆，自送长王送仙多。新娘贤惠人心鲜，新郎家算是千万钱，旺夫旺家出状元，只羡艳阳不羡仙，今日法主讲话话，讲话话。唉，算嘞，哎呀，就唔好出家讲起，别出家做嘞。啥唔记得啦？个信用也谈唔到啊！哎呦，可怜哦！公主个龙啊庄啊，也会有用啊！
讲到了吵架吼，既然对新娘的情况就按了解啊，该做乜该啊？新郎还唔係入土房咧？唉，秋桂啊，停下咯，我呀就先離開下。我想啊，個新郎講啊，可能是酒醉。你呀，我等解一下，我送你喲哈。這家在呀，親娘啊，我才有從啊，看到啊，是啊是。娘子啊，自古人说，婚姻是也娘听，而你马算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可惜那个心中已经有一种人了。面对此情此景，
现来用饭不痛苦。門外有人人徘徊，為何唔肯熱來？看來果然係欺險捱咯。唉，捱也不怪佢，全係捱自己來過下岸。娘子啊，你干的唔係來有所欺險呢，而且卻天公把錯誤嘅安排，你點麼？哈哈哈！乃用把暗糊塗，乃稍唔記得你頭唔多啊！山岗山乡，野尘路重，总得多太堂，那也无想爱你这幸福。不如，来去对门外的所在，等到天光，上乡下，来去了父母相安，敬茶。莫言该夫人。其實，我雖身體多有不便，不過我赤子之命，既然兩人無緣分，此言我唔會個殘定你，等到天光，我自己不去老公公，唔係把。父過世，我會離開曹家，唔會本意要麻煩。